早晨各位，我係 Laura， 今日係2026年3月6號星期五。Laura 聽 Media 為你帶嚟今日快訊。川普宣布撤換國土安全部部長洛姆，孕婦服用泰諾人數下降。USPS 1年內恐耗盡資金，近2萬名美國公民已經安全從中東返回。川普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伊朗出手。俄羅斯與中國旁觀。華爾街因局勢動盪與就業疲軟下跌。以上及更多內容即將為你報導。美國總統川普週四解除國土安全部部長洛姆嘅職務。之前佢因為多起爭議事件成為輿論焦點。川普喺 Truth Social 發文表示，來自奧克拉荷馬州嘅美國聯邦參議員穆林將會出任美國國土安全部 DHS 部長，任命將會喺26年3月31日生效。川普同時表示，洛姆任內表現出色，特別係喺邊境事務方面，佢將會轉任美洲之盾特使。呢個計劃係美國喺西半球推出嘅新安全倡議，預計星期六喺佛羅里達州多拉爾宣佈。洛姆喺社交平台 X 感謝川普，並表示將會同國務卿魯比奧及戰爭部長赫格斯合作，打擊向美國輸送毒品嘅販毒集團。呢次人事變動發生喺一場激烈嘅參議院聽證會之後。洛姆承認川普曾經批准價值超過2億美元嘅驅逐移民廣告合約，引發外界對潛在利益衝突嘅關注。不過，川普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表示，自己對相關合約並唔知情。文件顯示，該合約並唔係完全公開競標，競標範圍限制喺3家承包商。國土安全部採購運營辦公室指出，安全美國媒體公司被認定為主要承包商，而該公司成立時間只係喺合約售出前幾日。策略集團表示，未曾同 DHS 直接簽約，但曾經為安全美國媒體公司提供製作服務，並收取226137.17美元，用於5次拍攝、45支影片廣告及6支廣播廣告。川普表示，穆林曾經喺美國眾議院任職10年，參議院3年，係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嘅重要支持者，亦曾經係保持不敗紀錄嘅職業綜合格鬥選手。川普指出，穆林係參議院唯一嘅美洲原住民議員，將會致力於加強邊境安全，打擊非法移民犯罪同毒品問題，令美國再次安全。穆林表示，呢項任命令佢感到謙卑，並稱整個過程發生得非常迅速。佢係喺川普喺 Truth Social 發文前唔久先得知消息。一項新研究指出，喺聯邦官員喺25年秋季警告孕婦避免使用泰諾之後，孕婦喺懷孕期間使用該止痛藥嘅情況出現下降。研究顯示，醫院急診室為孕婦開立泰諾嘅次數下降10%。該研究於3月5日發表喺 The Lancet 期刊，觀察期間係25年9月22日至25年12月7日。同期，急診部門其他女性患者使用泰諾嘅情況並冇明顯變化。川普政府喺25年9月22日表示，孕期使用泰諾可能同自閉症存在關係。部分依據來自25年嘅研究回顧。川普當時表示唔好服用泰諾。If you're pregnant, don't take Tylenol, and don't give it to the baby after the baby is born.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 指出，對於孕婦發燒，熱仙安酚仍然係最安全嘅非處方藥，但因為可能同自閉症相關，醫生應該考慮盡量減少孕期使用。哈佛醫學院助理教授福斯特同布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巴內特表示，雖然無法證明因果關係，但結果顯示 FDA 嘅新建議可能影響醫療決策，亦反映公共權威對醫療行為嘅影響力。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發言人尼克森回應稱，向公眾說明嬰兒可能面臨嘅神經風險係政府傳達公共衛生資訊嘅一部分。研究亦指出，缺乏急診室以外嘅用藥資料，但由於樣本涵蓋大量人口，結果仍然可能反映整體處方趨勢。官員喺發布泰諾警告時亦表示，處方約阿葉酸白硝胺可能有助緩解自閉症患者症狀。研究發現，喺研究期間，5歲至17歲兒童嘅新門診白硝胺處方增加71%。福斯特表示，處方激增可能導致藥物短缺。美國衛生系統藥師協會指出，部分製造商庫存已經耗盡，
FDA 喺25年稍後表示，已經允許暫時從加拿大同西班牙進口白硝胺藥片，以緩解美國嘅供應短缺。美國郵政總局 USPS 郵政總長史泰納3月4日表示，如果國會唔取消數十年嘅借款上限，並允許增加借貸，郵政總局可能喺1年內耗盡現金儲備，最早可能喺27年2月無法向員工同供應商支付款項。佢指出，一旦支付唔到薪資同費用，員工同供應商可能唔再願意繼續提供服務。美國郵政總局主要依靠郵資同服務收入維持運作，而唔係聯邦撥款。該機構喺25年淨虧損90億美元，24年則虧損95億美元。喺26年度第一季，截至25年12月31日，郵政總局錄得約13億美元淨虧損，而上年同期為1億4400萬美元盈餘。總收入亦因為郵件同包裹量下降而減少2億6400萬美元。史泰納喺25年7月上任，之前曾經領導過美國最大嘅廢棄物管理公司，亦曾經擔任過聯邦快遞公司董事會成員。佢呼籲推動改革同擴大收入來源。史泰納提議將1級郵票價格由78美分提高到95美分，以改善財政問題。但美國郵政監管委員會目前未允許調整價格。如果採用郵政總局提出嘅定價模式，盈利嘅包裹業務可以支撐郵件服務。佢亦建議改革退休金同退休醫療福利制度，並允許郵政總局投資國庫券以外嘅資產。隨住民眾轉向數碼通訊，郵件量已經由每年約2200億件降至約1100億件。史泰納表示，若果呢啲郵件都貼上78美分郵票，相當於約860億美元收入。而呢筆收入喺15年間逐漸消失。史泰納形容郵政總局就好似被丟入冰冷海水淡，唔單止冇救生圈，反而被丟下一個錨。佢計劃本月去國會作證，說明郵政總局面對嘅財務困境。3月5日，美國國務院助理部長約翰遜表示，自25年2月28日伊朗衝突爆發以來，已經有近2萬名美國公民安全返回美國。國務院喺魯比奧指示下展開包機同地面運輸，並持續協助希望離開中東嘅美國公民，已經協助超過1萬名海外公民。中東6國嘅美國公民可以透過線上登記表單或者打電話去國務院取得安排資訊。阿聯酋國際機場有限商業航班，陸路可通阿曼同沙烏地阿拉伯，但部分擁堵。卡達空域同海路封閉，薩爾瓦陸口港口開放。以色列貝爾古里安機場3月5日有限入境航班，離境航班未定。可陸路通埃及塔巴。中東約44000班航班中，已經取消近25000班。伊朗衝突進入第6日。美國同以色列25年2月28日對德黑蘭發動協調攻擊，美軍打擊伊朗海軍加強，已經擊沉30多艘艦艇，包括一艘約2戰航母大小嘅無人機運輸艦。戰爭部長克格斯表示，美國火力將大幅增強，派更多戰鬥機，增強防禦能力，並增加轟炸頻率。以色列軍總參謀長扎米爾表示，伊朗60%飛彈發射器被摧毀，40%完好。德黑蘭80%防空系統中和，威脅仍然存在。下一階段將進一步拆解政權同軍事能力，仲有額外行動未公開。眾議院對 Epic Fury 行動戰爭權限決議以212票對219票未通過。3月4日，參議院亦未通過。眾議院議長約翰遜表示，美國喺伊朗進行有限行動，範圍同期間有限，美國並未開戰，任務幾乎完成。3月6日，川普總統喺 Truth Social 發文表示，我哋正將成千上萬名民眾從中東各國安全撤離，過程低調但順利。國務院喺魯比奧部長領導下做得非常出色。美國總統川普3月5日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呢個係佢同以色列發動戰爭1星期後提出嘅要求，可能令結束衝突更加困難。川普喺社交媒體發文，只係喺伊朗總統宣布有國家開始斡旋後幾個鐘作出回應。佢寫道，除咗無條件投降，伊朗唔會有任何協議，並表示選出合適嘅領導人之後，將會努力令伊朗經濟更強大。
週四，川普接受路透社電話訪問時表示，佢要求有權參與選擇伊朗新最高領袖，以取代喺戰爭首日喪生嘅哈梅內伊。以色列擴大對黎巴嫩戰事，3月5日命令貝魯特南部撤離後，轟炸首都並攻擊伊朗指揮中心下方地堡。伊朗總統佩澤什基安喺 X 表示，有啲國家已經開始斡旋努力。佢表示致力於地區和平，但會捍衛國家尊嚴。以色列針對黎巴嫩真主黨轟炸貝魯特南部夜空被爆炸照亮，居民喺街頭同車上過夜。以色列境內啟動防禦系統，攔截來自伊朗嘅攻擊。阿聯酋、科威特、卡達、巴林及沙烏地阿拉伯報告新一波無人機同飛彈攻擊。川普重申將參與選擇伊朗下一任領袖。佢表示：我哋會同伊朗一齊揀嗰個人，我哋一定要揀嗰個人。以色列目標推翻伊朗統治體制，美國則希望削弱伊朗跨境軍力，並鼓勵民眾推翻政府。伊朗仲未即刻回應，戰爭首日攻擊造成伊朗一間女子學校疑似兒童死亡。據2名美國官員向路透社表示，軍方認為好可能係美軍所為，但調查尚未得出結論。根據伊朗紅新月會，自25年2月28日美國同以色列發動攻擊以來，伊朗至少1230人死亡。黎巴嫩衛生部表示，以色列攻擊造成123人死亡，683人受傷；伊朗攻擊造成至少10名以色列人死亡。隨住最高領袖被擊斃，戰爭機器喺美國壓力下受挫，伊朗基本孤立，其長期夥伴俄羅斯同中國只係發表外交譴責同關切。德黑蘭回應美以攻擊，將衝突擴大到中東之外，發射飛彈同無人機，衝擊全球能源市場，癱瘓霍爾木茲海峽約20%嘅全球石油運輸。伊朗飛彈射程涵蓋塞浦路斯、阿塞拜然、土耳其同海灣國家，攻擊重要企業、能源設施同美國基地，造成原油同天然氣供應中斷。分析指出，俄羅斯同中國克制，反映冷靜計算，介入將帶嚟高成本、有限收益同唔可預測嘅風險。華盛頓研究所俄羅斯專家博爾什切夫斯卡亞表示，普京優先考慮烏克蘭，同美國直接衝突唔治。一名俄羅斯高層稱，伊朗同海灣衝突已經分散對烏克蘭嘅注意力，其餘只係對失落盟友嘅情緒反應。北京同莫斯科曾經協助伊朗建立軍事能力抵抗美爾，但係而家支持已經達到上限。中國重視中東外交，俄羅斯視伊朗為反西方盟友，但兩國均受限。中國受制於能源同安全，俄羅斯因為烏克蘭戰爭資源有限，伊朗仍然有戰略價值，但唔足以令兩國直接作戰。普京優先避免同華盛頓衝突，中國克制反映長期策略，以貿易、投資同武器銷售維持伙伴關係，唔捲入昂貴衝突。中國關注國際聲譽、台灣、南海同美日威脅。霍爾木茲海峽能源係主要脆弱點，但已經有儲備同伊朗石油。專家表示，危機令莫斯科同北京成為調解者。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同歐洲、阿拉伯部長通話，普京同海灣領導人及伊朗官員通話。俄羅斯受益於油價上升，同美國專注中東，保持靈活性，願同任何新政府建立關係。俄方以敘利亞為例，過去支持阿薩德，仍然保留基地並同新領導人建立聯繫。週五，華爾街主要指數下跌，道瓊工業平均指數觸及3個多月低點。中東衝突可能推升通脹，而25年2月美國就業意外減少，就業率升至4.4%。交易員預期聯準會6月可能降息25個基點，機率約50%。摩根士丹利財富管理首席經濟策略師曾特納表示，就業疲軟支持降息，但油價長期偏高，可能迫使聯準會觀望。美國同以色列空襲伊朗近1星期未見結束，油價本週上漲幅度係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最大。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停滯，卡達能源部長稱，即使立即停火，亦需要幾個星期至幾個月先可以恢復供應。海灣能源國可能幾個星期內停止出口，油價或升至每桶$150。
布倫特原油報每桶$90。American Airlines 同 Delta 股價約下跌3%。標普500航空板塊本週跌幅接近13%。截至美東時間上午9點52分，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下跌887.53點，跌幅2.18%，報47,067.21。標普500下跌106.95點，跌幅1.57%，報6,723.35。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跌316.55點，跌幅1.4%，報22,431.29。Western Alliance 股價下跌12.9%，因為佢控告 Jefferies Financial 未支付$1億2640萬貸款。Jefferies Financial 股價下跌9.6%。CBOE 波動率指數升至4個月高點。羅素2000指數期貨下跌2.3%。Nvidia 同 Advanced Micro Devices 股價分別下跌咗大約0.8%同1.4%。Marvell Technology 預測28年營收高於預期，股價大漲16.2%。美股本週表現仍然優於亞洲同歐洲，因為美國係石油淨出口國。聯邦儲備理事華勒表示，油價上漲唔會導致持續通脹，亦唔會改變貨幣政策。紐約證交所下跌同上漲股票比係7.07:1，納斯達克係4.04:1，標普500創4個新52週高點同3個新低點，納斯達克創23個新高同89個新低。今日嘅更新就到呢度啦，我係 Laura，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同真實嘅資訊，記得收睇每個星期日更新嘅健康資訊同埋我哋嘅旅遊節目 Trip Talk， 一齊探索世界嘅精彩，亦歡迎關注 Laura Tang Media， 第一時間掌握我哋為你精心準備嘅多元化節目內容。記得點擊小鈴鐺並關注我哋嘅頻道，第一時間獲取最新內容。